條路也是阮安定區民最大所期待的，因為自這條變道跨過這個國道8吼，影響遊覽車要左轉或行橋，所以這條這個嘅費用就讓阮鄉民出入甲南區就我交通會當順利安尼，無早起南區要上班，而且讀車讀到要先經這個交隊啊，所以這個交通的品質哦，有做這個高速公路的跨小軌哦，感覺交通安全的真較順利安尼。確實，台灣唯一一個有紅綠燈的國道就在我們台南。這個紅綠燈其實過去如果在車不多的時候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但是車行的速度會影響以外，還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讓我們很擔心。那現在我們看到南科蓬勃的發展，我們安定，還有這個安南，還有善化的這一線，其實現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就急着要趕快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年其實交通部會很努力來建設我們的台南的交通，因為未來我們的科技業的發展，台南就是南台灣的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剛剛所提到的4橫3縱，最中央的這個中間樞紐點就是國道8號。國道8號，如果我們可以讓它通暢的話，速度可以行車效率更高的話，對於我們整體4橫3縱未來整體的交通運輸的效率也會有很顯著的幫助。我們配合國道8號南133線的立體化工程，我們必須要配合133線的一個到港口相關道路的一個拓寬。道路我們會拓寬從10米拓寬到20米，然後它的長度是300公尺，然後總經費大概是7700萬。最主要是因為高速公路立體化的時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時候，轉彎的時候要把這條道路做拓寬之後，車流才不會擁塞到相關的一個瓶頸，然後能夠順暢能夠直接轉往南134線的一個進入南科科學園區。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開闢的時候跟南133線的時候有一個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個混亂哈。那非常感謝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補助地方總共花了35億的經費來把這個國道8的這個高架化哈，能夠通過那個交流道，能夠讓國道8的交通更順暢，讓南133線的交通也更順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擾。大家好，我是楊淑懷，歡迎收看11月18號禮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根據着國家語言發展法，正式把原住民族語列作國家語言，創設專職形態的族語老師。要麼個族語老師是依照學期制度聘任，唔但寒暑假無收入，而且年資勞保中斷。議員施予希望透過市政總質詢，要替族語老師來爭取福利。代表原住民議員的施予希望，上午的市政總質詢50分鐘的時間，焦點攏放在專職的族語老師。議員表示，雖然近年來對着族語教師的地位有提升，不過在聘任、教學的質素、甲佇重點的部分，議員認為嘛應該要提升，尤其聘任的部分是依照學期制，造成族語的老師寒暑假無薪水。年資甲佇勞保攏會中斷，因此提出甲市府來探討。族語老師在寒暑假期間不是休假哦。我們第二個建議就是設置專屬的寒暑假的補助津貼，好確保寒暑假期間族語老師的生活跟投保的穩定性。其實族語老師在寒暑假期間，他並不是完全的休假哦，實際上他仍要負擔教材的編修課程的規劃，還有進修、研習等多項的工作的責任。在寒暑假期間，那我們怎麼樣讓原民的老師也能夠發揮他們的專長，來教導這些孩子？這個部分我們可以來做規劃。至於全國性的薪資待遇，還有您提到的這個投保部分，我們會反映給中央，一起在法規，或者是在行政作為上，或許有一些可以來協助
來解決這些問題的一些意見，我們會反映給中央。就算台語甲個重點的計算，攏是中央來制定。議員嘛以每年將要調升的上加基本工資的調整計算，各式的族語老師一禮拜至少愛21節課，薪水才能達到上加基本工資。毋過，單一個學校族語老師一禮拜卻袂用超過20節課，因此議員嘛提出提高鐘點費。另外，佇個寒暑假的勞保、年資中斷的部分，議員嘛建議市府是毋是會用為族語老師來投保意外險。對此，市府嘛回應，要看是毋是符合法規，才來研擬辦理。台南新聞林英根、張碩維採訪報道。因應社區活動愈來愈多，地方攏需要一座活動中心。議員李文俊佇咧爭取安定安家兩里聯合多功能活動中心的時陣，當初是看好安定國小的預定地，毋過因為地脈無適合，即馬調向安定的第5公務勘狀以後，土地劃劃各離鄉。為推動安定甲安家兩里聯合多功能活動中心，議員李文俊對早期的選址，因為安定國小的預定地地脈的問題，議員並無看好，造成建物起好以後變成蠓仔館。議員認為錢要開，就要開佇個有用的所在，因此佇個頂一次會嘛提出安定第5公務的遷總劃劃。目前市府嘛調向通盤檢討遷總。甲啲規劃設計同齊來進行。我知影真都已經攏扣了的款啦，毋過扣了迄個網啊，迄個輪攏還佫有佇個啊。啊，所以我是講，恁貪甲扣了啊，咱就貪要甲叫迄用怪手啦，用迄貪要甲處理好病嘛。無啦，對，開動一寡網頭啦，啥話你嘛愛甲卡起，啊無迄網頭佫留哩啊，啊咱就夾網啊補，毋是相意思。是。哦，敢是？這本我迄個，我舊年我就甲區長講啦，都針對着迄個生活尤其佮伊邊啊，你上個第11公務就可見講生活偌濟公務遐。像議員你講的，講已經300幾門，扣200幾門，剩下4門。對啊。啊，這200幾門先甲用個病啊。對啊，你著先甲愈好病了，恁扣好著甲愈好病，你即馬扣好啊，佫囥佇啊，若毋知話佫去甲伊偷台落咧。除了安定甲安家兩里。另外，因南科的效益帶動安定區的發展，議員佇個舊年嘛，甲着副議長同齊來會勘，希望佇個南科的地區規劃樹林甲着所處兩里的聯合活動中心。台南新聞林英根、張碩維採訪報道。為了帶動溪北大霸門地區發展，議員陳坤和除了關心7股科技工業區的進度，另外嘛希望嘉義區的公園道會當多元升級，透過多元活動舉辦活絡地方上款，予溪北發展。為平衡溪北甲溪南的發展，議員陳坤和真歡喜看到7股科技工業區的開發。毋過，佇個工業區發展的過程，議員嘛希望都市計劃愛同步來進行，莫到時廠商人口進駐，卻找無土地通好起厝。另外，佇個地方的交通方面，為了疏解南科的交通流量，議員早佇個民國108年提出2座跨專門溪橋的建議，嘛佇個最近總算看到淡薄仔初步結果。大穩了，跨中文溪。過去呢，這海電路4段，這海電路4段，所以這條呢，希望呢，2個1000萬都是我們市政府自己出的錢呢，不是立委爭取給我們呢。所以我講按市政府家己做的業績，你攏共黨的，互伊做業績最好，你攏掂，你掂就變做我議員。我108年做到盡攏無做業績，因為你無講你有認真做，毋是阮講你會去做。進行主事其實咱中央繼續去爭取，但是市長非常關心，所以講佇這部分，阮已經先設計對咱對迄落南41線
去接173線，市道173線一大拓寬先來做處理，處理了先來補用地徵收。然後後壁佇新界工業區，因為經過農路都市計劃農業區，咱必須要做都市計劃變更。除了工業區甲着交通的規劃，另外議員嘛大膽提出先進捷運系統的深入線，應該跨越站門溪到新營，安尼才用咧更加平衡溪南甲着溪北的發展。台南新聞林根、張碩維採訪報道。全亞洲第一場 IUTA 認證的國際機械超級鐵人賽事，11月9號到23號佇咧台南展開。總共有來自14個國家的精英選手參賽，其中來自美國的選手 Brad， 經過癱瘓到參與極限鐵人3項的生命故事相當精彩。立委陳廷輝更是陪伊走了最後一里路。配合鼓聲的節奏，來自美國的 Brad 正慢慢的跑向終點，立委陳廷輝親自迎接，陪跑最後1里路，還獻上花圈，替他戴上獎牌，為他的生命故事來喝彩。Brad 他就是一個生命的鬥士，而且為什麼說他生命鬥士？因為醫生人家跟他講說，一斗起波他斗啊，他沒有辦法再面對這個挑戰，可他堅持一定要一路往前衝，所以他今天拿到了這樣的一個成就，我相信這是我們台灣人應該為他歡呼。Brad 曾經罹患罕見的格林巴利症候群，突然癱瘓，但他用10幾年不放棄的意志重新站起，挑戰全世界最困難的鐵人賽，19公里的游泳、900公里的自行車與210公里的路跑，全部都必須在153個小時之內完成。他可以完成連續5倍的226，真的是非常非常不簡單，所以大家看到他的生命力，也見證了這個鐵人的精神。台灣其實更應該有運動去打通我們的一個生命的力量，還有國際觀，甚至是結合這一次在聖母廟，把我們的宗教文化跟運動結合。在鹿耳門聖母廟前，有許多人自發集氣，幫選手加油，讓外國選手都感受到台南人的熱情。陳廷飛表示，這不只是一場鐵人挑戰，更是一堂生命課，同時凸顯出台南在國際體育舞台上的重要地位。記者周懷台南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力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甲知名名冊賣獎業警政文庫推出創意攝影特展，以佚佗物仔甲警察為主角，結合在地萬和宮甲人氣甜點品牌，透過趣味甲深度兼具的作品，呈現警察守護城市的理想甲溫度。警察拿着交通指揮棒，元和宮為背景，以錯位拍攝的方式拍下這張有趣的照片，想借此傳達交通指揮的辛勞。還有用 AI 創作融入長者的安全用路宣導。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以創意方式推廣交通安全觀念，與警政文庫合作策劃玩具攝影特展。現在宣導的方式有很多種嘛，然後我是個人會比較喜歡說用比較幽默有趣的方式，而且這些玩具大家一看就知道，而且有些都是比較以前年代的玩具了，有些復古的玩具，所以可以喚起一些大家對於原來警察的宣導可以那麼活潑。希望透過這次的展覽，那以一種比較創新、輕鬆的方式來拉近我們警民之間的距離。作品以玩具模型結合在地實景，展現警察執勤、交通安全與社區互動等多重面向。展覽在知名甜點店瑤平2店展出，現場以玩具警車與警察
打人偶，結合街景與廟宇實景，可以讓民眾一邊吃點心，一邊看警察在城市穿梭的身影，更呼應活動主題，推出全唐式宣導。我們推的這本禮盒《警察使用法令》，那它的內容物其實是我們的窯品的招牌，一次都可以嘗到酸甜苦辣的滋味。將警政署每年編印的警察實用法令巧妙改編為實用法令，相當有創意。元和宮也提供圓盾與警察背心造型的反光小物，希望給民眾帶回藝術、甜點與交通安全的觀念。記者蘇懷談的報道。高雄左營有一間平價麵館，專賣湯包、炊餃、蔥油餅等中式的傳統點心，每一份餐點攏是新鮮手工製作，會當吃到燒燙燙的好滋味。熱騰騰、剛蒸好的多汁湯包，令人就想吃一口。這是由師傅手工現擀麵皮，包入新鮮肉餡，每一口都充滿濃郁鮮香。每顆湯包裡頭都有滿滿湯汁，還有厚實的蔥油餅，滿滿青蔥融合香氣，也是每桌必點上一盤。愛吃辣的可以來點紅油炒手，口感飽滿，搭配特制辣油，帶有厚實感。我點了那個蔥油餅，還有那個黑豆豆漿，然後還有那個蝦仁的那個湯包。對，因為我們是來這邊每一樣這樣子一樣一樣品嘗。我們已經連續來好幾次了，然後就是今天先吃3樣，明天下一次再來3樣，再來3樣這樣子。餅外酥內軟，然後蠻脆很香，但是是限量的，限量都是殘酷的。吃起来很飽足。都吃不完，都要打包，高估自己的實力。內餡很多，很飽滿啊，內餡飽滿。蝦子新鮮。啊，對，它的蝦子新鮮，最主要是他喜歡我喜歡的那個四川的那種麻辣口味啊，我喜歡的味道。師傅堅持親自手擀麵皮製作湯包以及蒸餃，每一份餐點都是新鮮現做。來用餐的民眾表示，老闆用料實在，每次來都會必吃湯包、蒸餃的上海點心，也是老闆力推的店內招牌。從做這行20幾年啊，都在餐廳飯店做嘛，出來就想說，可以用平價的方式給大眾，但是又不用跑餐廳飯店，保持新鮮最重要，食材好最重要，就湯包、臭豆腐蔥油餅都不錯吃。想吃麵食的民眾也有多種選擇，可以試試招牌餛飩乾麵，餛飩大顆飽滿，吃起來有飽足感；而特調麻醬麵淋上肉燥以及醬汁，吃起來更是順口。師傅用心制作的餐點，值得大家來品嘗。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破發現金安怎開咧？台北市政府推出消費活動，滿200塊訂了發票就會當參加抽獎。除了有現金，還有電動車、台積電股票、NBA 雙人來回機票、iPhone 17訂盒禮，總價值超過3000萬。來台北有夠嗨！北市府搶攻普發萬元消費市場，整合觀光旅宿與商圈業者，全面動起來。市長蔣萬安表示，11月11號起，在台北單筆消費金額滿200元以上，登錄發票就可以獲得一次抽獎機會，就能參與周抽 iPhone 17、月抽台積電股票，還有電動車和1000萬大紅包。消費越多，中獎幾率越高。這段期間一定要到台北消費。加大力量消費，因為大家看到這一次我們準備的抽獎好禮，真的讓我都好心動。我大概明天開始就會趕快來消費，所以期間大家不只是要用掉你們這1萬，我覺得投入10萬、投入100萬消費都很值得，對不对？對。看到了可以抽1000萬的現金啊，真的是非常值得。第二。我們這一次每一筆只要消費200元，就有一次抽獎的機會。
消費2000元就有10次抽獎的機會，2萬元就有100次的抽獎機會，所以大家一定要增加在台北的消費，大力的消費，而且只要用發票收據或者你雲端的發票就可以，非常的方便。第3個亮點，我們還有特約商店。這一次我非常感謝今天前來的各工協會的理事長、所有夥伴，包括旅宿、商圈、百貨、零售，大家共同響應。所以每一次到這些地方，許多我們特約的商店消費，抽獎的幾率翻倍。就好比你消費200元每一次，你就有2次的抽獎機會。所以這麼好康，一定要好康到手寶，告訴親朋好友。商圈業者也熱烈響應，不少業者推出專屬優惠與滿額贈禮，希望把普發金留在台北。台北商業會更號召6萬多家會員參與，從百貨、餐飲到旅宿一網打盡。這一次的獎怎麼這麼的貴重哈？讓我們自己都很心動，所以我們商圈各位理事長一定要鼓勵他們所有的店的消費者都来台北消費，好不好？好，我還要找我中南部的商圈來台北消費。我們中南部的總共有200多個商圈理事長都來台北消費，大家說好不好？好。那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什麼？得獎。好，那這樣子的話，我相信非常多的好朋友願意在台北消費。我的感覺，我們市政府的反應也非常的快，非常的快。那麼串聯剛剛主持人講了那麼多的一些獎項，那市政府呢，也就是搭配了一些旅宿業者、各商圈的店家，希望能夠讓這個1萬塊錢的普發到我們台北市來最極大化的來消費。台北市商業會有144個工會，有6萬多家這個行號，然後所有的新商業的服務業是在台北商業會整個普遍開花結果。除了抽獎活動外，觀傳局、文化局、體育局也聯手祭出旅宿、藝文、運動等限時優惠，讓民眾吃喝玩樂一次滿足。想讓普發金變成幸福紅包，就從11月11號起開始登錄發票，一起來台北有夠嗨！記者林慧台北報道。嘉南美術館舉辦國際大展，組織英國、法國、日本、泰國以及台灣等10位當代藝術家，展出28組作品，創作內容相當多元。以概念性的視覺來探討日常，利用兒童的嬉戲和想象力，英國藝術家藉由創作挑戰全世界受到現實和表現局限的行為模式。英國藝術家第一次用鏡面去反射空間。藝術家考量，然後他覺得要產生這個無限的空間的延展，還有借由數位影像、VR 和行為表演等多項媒材，日本藝術家山內祥太將人體情感和現實科技同時呈現。Yeah, we are me. 2025年度國際大展 We Are Me， 我們到此一遊，在基隆美術館登場，由藝術家於正達創造的虛擬角色法咪咪，以策展人身份策劃。邀請了英國、法國、日本、泰國及台灣10位當代藝術家共同展出28件作品。作品從影像、裝置到互動體驗，呈現網絡世代。展覽裡面它綜合了很多當代藝術的形式，不管是裝置啊、影像啊，然後甚至 AI 生成或者是這種數位監控。然後其實他在討論的就是我們這種數位分享時代裡面我們存在的樣貌。這次就是由國內外不同的藝術家，然後 Ryan Gander 是英國當代的知名的藝術家，然後跟卡米爾安侯他是法國藝術家，然後2013年也獲得了那個威尼斯銀獅獎，然後這一部錄像也是首次在台灣發表。副市長邱佩玲出席開幕式，和多位藝術愛好者共同觀展，感受藝術多元和時代思考。我覺得 We Are Me 重點是來真正是探索人的內心，我們看到的東西都是我們其實新的投射。那怎麼樣借由不同的觀點，重新認識自己、接受自己、活出自己？我想是應該到此一遊，最終希望帶給每一個觀眾的感覺。這項展覽從即日起到明年2月1號，
地點在基隆美術館。文管局邀請市民走進美術館，在作品與空間交織中，重新理解自我群體的連結，讓基隆成為文化創新與藝術共感的城市。記者黃少明基隆報道。感謝你收看11月18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秋懷，咱再會。3、4、5、6、7、8。2、3、4、5、6、7、8。3、2、3、4、5、6。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也爬快不去耶！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就佇頭前，對外口減負擔，對內底補資源。社福職場系統優化，顧老搖囡仔同齊來做，隨時予你有夠力的資源，讓女性甲中高齡者有實力再出發。阿媽你好，阮是來甲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佇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保庇哦。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林先生，因為你的右手受到機器重壓，狀況比較危險，為了他沒有辦法完全復原。先生您好，我是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員，因為我們有收到您的職災通報，所以來了解一下有什麼政府可以協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讓我們團隊一起繼續協助吧。那後續的職能復健服務應該會對他的復工很有幫助。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剛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
啊，我们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身。